那等下就派你出去哦，好不好？你输了我会笑哦。我们做的这套菜，真的董兄都不会卖吧？哎呀，太厉害了！一道色可以是卡头哎，很帅。哦，这你还没出师傅的。啊，马哥，芊芊，你有问题要问哦。好啊，什么问题？咩名啊？咩名？好想没有。唔通話真應該停。我講一包俾都得啦。喺大潮台嘅，誒，都到底哦，我有時今日要到樹台啊。龟条记一秒變專業。對啊，冻散，等下转起是主妇我看音选，演主演蛮用心。好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張白橋。今日嘅當發起哦，千秋無來嘅呢，來到也嘅太毛埔嘅3年宮，一到畢業時啲40分久咯。係啊，唐講根本嘅來賓哦，記到嘅來歷吼，哦，真的是會嚇死人呢。怎麼了？越片係香菇嘅咬煙哦，越片係半條咬煙，你不最有名做嘛嘅？半條啊，吼，一定愛食。我說今日來參賽者是喺利用主都係做美食有相關嘅行業，哇，嘅就來睇真也係。好，接下來呢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資料師傅 Kitty Dragon。來資料。你好。哦，兩片哦係大範新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大範新。大師傅好。好，接下來你來分享到你風吹嘅參賽者咯。風吹呢佢係媽媽團來嘅共下來，分享到龜雄子老金比。歡迎來。哇，老朋友了，當久冇看到咯。之前有來過。上排突然嘅順呢？咩係嗌梅要塗嗌順嘅來？係啊，梅要塗順嘅來啊。轉移是見係嗌到來。哦，真嘅哦！哇，你們兩傻三會懂窮哎，木主 Q 用 Q 用。係啊。今天要是有露眼睛，我真的分不出來。好，我看一下藍色嘅一片哈，係來自竹東，強壯係母女檔哦，鍾順英老翁倩，歡迎。大家歡迎。翁倩，你怎麼個有點害羞的感覺呢？對啊，佢剛剛總就會走一種時尚的台步。翁倩我講哦，我是要6年生婷婷。6年生婷婷，哇，啊，咩話煮菜？很厲害哦！好啦，那都全部一道邊要推薦嘛嘅，好教好食好料嘅嘛。九強府地不都個陳家農場有啊哈？佢喺設計嘅頭擺嘅四合院來做，做啲客家小菜，佢啲又可以揀個農場。佢地不都個嘛個，因客家人嘅擂茶啦，哈，過來因客家人嘅糍粑都得自己去倒 ，DIY 出身人去，沒有個糍粑做個用個披薩個條，哇，個有步道好行，啊有個筆筒好行。哦，啊新埔就一個成福農場聽聽吧。那個田野農場要當好啊。哦，雅福卡嘅。係啊，成福農場，還有個田雅農場。係冇唔錯。好，咱水里一片係類似竹東，我推薦一隻燃氣。錯，嗰是係印度竹東嘅蕭如松藝術園區。哦，佢係印度竹東當代水彩畫家嘅一個老師。動匠哦，動完整的一張日式的風格。哦，你也行落去一些性感時會點下來起到哦，嗰種地方用當很幽靜，對吧？然後大家時會去嗰地方要食東西啊，又日式的料理，然後伊嘛客家料理。其實台灣呢一下嘅觀光吼，近來已經趨向嗰種係沉浸式旅遊。喺蕭如松也個藝術園區發，其實幾個竹東嘅都好多也個結合，沒有當到好食竹東菜啲美食，包括板條咩係咁樣。好，鼓手呢，是望兩組嘅小姐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特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蛋托變上地度嘅食材，撒點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來出好菜咯。第一關呢，要來看一下到底一家之主變上地度最緊要乜嘅好菜嚟哦。係啊，打開之前哦，先幫觀眾朋友睇一下嗬，信步又散步係哪散步的？第一步。起餅，第二步板條，第三步係乜嘅？水煙頭，搭速咧。喂，
对，不是这个，不要太电了。2枚水样哦，这个是粤式春卷皮啊。哎，你很强势。颠倒放，颠倒放。好，所以它就小概都是水战冲的2片。哦，豆芽，然后这个盖来豆腐肉羹嘛，哦，盖有木米，这个甜不辣，豆，这个比较好小盖一下，这个算是烤麸，你还蟹肉棒，你罐头是鲔鱼的罐头，然后全部是培根。哦，这个抢戏的是越南春卷皮。啊，根本你来讲的方式才都以好诶。嘿啊。好，我有好诶啦。哎，你先来进行小组讨论。先猜拳呢，要赢呢。对，要先猜。是选我们自己的。好。春卷木豆芽，还有那个培根，4样东西。对，春卷。最主要就要西红啊。春卷皮咯，鲔鱼罐头。好，那还有嘞？豆腐。还有冇啊？冇咧。豆芽，因为2种诶。家庭系春卷，木米，个诶，培根，豆芽。好了，来，米恰加油哈，来，加油！那等下就派你出去哦，好不好？你输了我会笑哦。好了，就不敢，一定会输。好，数到3，1、2、3，加油！马上先来各组派出夜洒了，进行第1棒的猜拳。好，往前站一步，往那边站。我们是什么国小的？台通，贵小剪豆沙挑布打挑面冠军队嘞。哎呦，剪豆沙挑布。太衰啦！来，经纬哥哥。哦，来。剪头给啊，好，靠不你敢拿这位，你讲嘛个？靠铁。还有一个。白台嘞。跟培根。对啊。很有。啊。哦，来，汪倩妹妹，我先拿2项。哎，没有冲突哎。刚好就讲管头啊。真的没有冲突哎。确定？我们有冲突呢，那2个是我们要的呢。好了，那就先这样子了哈。好，再过来 round 2。来，这先给经纬妈妈来猜拳啊！来，啊！孤王跟板王的大队长哈。剪豆沙挑布，哇，就会小让嘞。妈妈扳回一城。你小心会高血压哈。你怕哪样呢？调味到木米，好，调味到米。好，这2项都是我们刚刚没有想过的，现场的临时发挥。好，来，妈妈，开出来那里啊？走的。烟弹是用的那里啊？对，韩国的啊。蒙因为那进步哎，铁神哦。还不会走，那个好特殊哎。那个小戴师傅只有自己买的。哦。好，来，好啦，按样的法冇相关，因为呢已经有想法了，丢出的也是用彩色。先来问看啊，风吹。有信心吗？加油！好，虽然没烟弹吼，最重要是在我喺度问一下，蓝水嘅阿姐老汪倩妹妹吼，有信心吗？有。马上就来进行体育馆嘅比赛咯。哇，我跟你说啦，我们这组非常精准的，提供爱马盖，而且顺利跟拿到马盖，4项都很简单，全部是不是？对啊，也太臭屁了吧！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，所以他叫经纬嘛。哦，廖经纬啊。家下开创时代就小个讲，阿妹系开个向过农场，对，系偷工样，对。不过经纬本身咪系偷工哦。哦，经纬系做马盖的嘞。实在不想理你。那种家己的。哦。可是你怎么看起来像是？你可以来冲喺后上哎，你都带几多岁啊？想一下，男生意。真的吗？对。然后古典做的过去做嘅。所以你改下吼，你看你一开始是那个春卷皮啊，係因為想會拿來做那種生的春卷，也係用煎啊、鋪啊嗰種。那就炒狗打個爆。问一下妈媽好了。好。你開間農場幾多年呢？3年哦。哇，咁之前年代做嘛嘅？做家己啊。哦。係用公鋪做家己，40歲人肉體嚟有啊，而家兩個仔要好不樣嚟。你沒結婚呢？你該不會做爸爸了吧？不是上次他小朋友有來。是嗎？我錄女婿嘅妹啦，家老妹啦。那還有家來了，差唔多。
这个画面好温馨哦。平常时妈妈头摆我老来给他煮饭吗？没该，呀，嘿，就不用写。家里没有人跟他们这样。我们有点多余。唔係啊，我就專門不卡煮下煮啊。你啊，心 Q 喺度不卡煮菜，來是會停手啊。哦，好好。好啦，我們等一下哥哥來哈。好，你抱啊。阿姐 ，Hello。你也要朋友啊？要啊。因為該不粘鍋，印度50條條都有啊。哦。是條幅基本嘅項目要出來用。所以你一套出係考驗，你準備嘅薄嗰個係好也唔好。哎，对，你看黄谦，你看黄谦，哇，太厉害了！黄谦，你有按我行到位，平常是我称数妈妈吗？会。哦，你到时开始行到位5岁。哦，这你还没出师傅嘞？啊，乜嘅？係法同意老結講。阿公啊，媽媽你很放心的來剪哦。啊，養妹嘢嘅老爺備料都給女兒嗎？錯啊！你們家的分工也是這樣嗎？係，因為我都平常會興佢講聽到我去切東西，我本佢啲講嘅手感到那一天，冇一天會聽好。啊，你是日計買嘅嗎？冇，我兩計買嘢計嚟啊。也係水台嘅，冇我水細。哦，水台幾多歲？25歲。25歲，我未動態呢，老幾個年歲差一輪。係啊，差一輪。哇！那你動小雞呢？唔係啊。等一下。他在現場。可是媽媽，你可以來動後上誒。印度冇後上咧，是講印度特別要食板條，所以本來身體冇負擔，我做得可以喺喺哪隻？動後上，真勁呢！啊，新婦嘅板條，你係啲片老奶件搞慣，也係講自家做嘅。唔係，嗰係我自家做嘅板條。板條是動條，動幸福呢？自家做嘅板條。幸福您全自家做，全部賣。完全都調變落來。工廠嘅啊。而係做工廠嘅板條點啦？我係做足檔。啊，樣嘅意思吼，就係講外天人就會去當賣板條，佢條菜天人係自家做板條。沒有每一家啦，而係家鋪卡係可以。我自家係做板條嘅。哦，所以妹妹你叫媽頂下會切嗎？其他嘅東西？叫媽唔會。唔會。你下蒜條印度唔食落去，因為印度要鮪魚罐頭要啊，跟梅頭已經凍沖咧。但是鮪魚罐頭對我客人來講吼，可能熱菜較少吼。錯啊，可是係要洋葱嘅話，我是葱下為主嘅料理。今天做嘅三明治美魚。錯啊，係啊。媽媽，你做的用碳呢？唔怕呢？不是上哦，看起來那個分量不一樣。我們先過去，等下哥都上來哈。哇，哎，好像樣哦！哇，像樣哎，東強哎，又搶個春卷料，真嘅東強哎，我用個啥不一樣哎呀，爸爸。我們做的這套菜，真嘅東強都不會賣吧？對啊。芊芊，你有問題要問哦。好啊，什麼問題？好想你怎麼很給爸爸？不是啊，我真。我想到你講幾日後生啊？所以家下挑母魚挑嘛該，副教有漢姆，有漢姆，他問你。有了，明天你要有點。針啦，會湯啦，啊會掉嘅調椒啊。副教粉有病嗎？我切只就該夾嚟病到啦。唔怕。那佢病了咧，我切只包。我後食嘅培根可能下插低我嘅肉。養生做唔在做兩叉。哦，講到養生吼，媽媽。誒。你這種是做嘛？該會有點契機啊！講3年前是開個香菇農場。其實就北控4年啊，我當到該34年好朋友有啊，佢就專門係農場嚟該種菇啊。家下我是當上種啦，因為那有技術誒。4年呢細啦，啊又冇地方好種，有啲好朋友就講用第二啊嚇，簽要會所去種啊，佢就會教我種啊。哇！幾條路技術全部你哦。係呐。哦，凍火誒。我你都哪有法度我做？係啊，冇咁簡單。那啲應該是太乾了。對，好像要多加一些水。水有很多鹽的。放解些唔怕。不好點水。放解些唔怕。我解會啱天痛。應該不一樣咧。唔可以流水出只。水多係。多水多係。咧咩？有用哦，我哋翕碗啊，翕做得咧。冇正常叫做誒。冇正常叫啊，溫軟啲啦。像這邊就是會有一些，這個不行哦，這個不行。
要不然那个可以再加水。哦，软掉了，软掉了。对，那企业白爆哎。啊，改下怎么个会先？一定要是春卷皮啊。那种李安英专门还注重养生啊。对。你安用因那些很美，台价又好食又清口啊。对啊。到去总向顾理念强弱。而且没想到我们做的这套菜，真嘅董兄都不会卖吧？哎呀，个做几道家4家好吗？好，切到2板组合。这等一下摸酱哈，是蛋墙安用血哈。嘿，好。它本身就有米丝的啊。每一个角落都要弄到。因为因也推翻音啊，所以摸加蒜辣椒。好，那我们就过去哦，要片好色耶，好。哦，要片过去咯是。不给醒一下，哦，不给调不干，更聪明呢。韩总的。哇，这有卤面干吗？有勾芡吗？米酱也是嘛个。对啊。该是系鲔鱼罐头啊。鲔鱼罐头，那个香气很浓厚哎。所以看起来我有点黏。你家下看哦，见到蛋肠用炒哦，可能是冻架霜。但这道菜就是烧豆腐。我帮你翕一下，鲔鱼烧豆腐，烧豆腐加四季豆跟木耳，我全部讲进去。所以它全名就是四季豆木耳烧豆腐加鲔鱼。喵冻虫。对啊，不然你想一个比较好。我不会啊，么子往前你使用加菜名。不你按一下。花花世界。法拉贝包。法拉贝包，不能什么都法拉贝包。你动想，因为那黄天冻酱。不要这样。绿绿的世界。哦，可以哦。你好。而且真顶有一个地方的绿世界不是？对啊，巧啊。对啊，蛮好的。绿世界是不是也在新？这些餐都在起锅嘞。绿世界都要付给的吧？对啊，哎，不错。哦，好嘞哈。所以刚好挑梅嘿。那是用。鲔鱼罐头都是鲔鱼罐头，鲔鱼罐頭。好，那我們來呢刀霜呢？好，煙草馬上來刀霜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看那鐵罐，乃木卡米西卡站的咯。好，兩組呢都老呀，獻出來的西紅菜色變出來一出動戰的料理，先來吃看那風吹嘅也嘅係用春卷。好，睇下吃看那。底肚炒的料會當好，當香，算是選的很好的食材。我們吃到樣板。底巴肚的料炒有鹹，還有客家元素的米頭的底巴肚。真勁厲害哈！你好學春卷嗎？好學。纯英姐，你觉得呢？是跳脱，endo 起到爆春卷，一道好传统的一种奉行用。食起來咪凍輕鬆啊！感覺因為要咪個腐蛋蠻容易。我兩下吼，我食嘅係慢啲嘛。綠綠的世界，來。綠世界。係嘛？綠綠的世界，好，一掉落食看咯。呢？哦，那小豆腐凍好食。覺得那出菜呢，算係很家常，而且最主要係媽媽家下有落嘅。鲔魚罐頭天天被煮，然後又有鹹豆，佢又入邊煮到黏咪耶。今回吃到樣版咧，真好食哦，真好食哈，真好食。啊，你較好食吧？唔會啦，佢也沒真好食啦。雖然吼家下吼大家都按我嘅係媽媽，嘅睇到福建都義好啊，我還會鼓勵一下幫襯，因為佢配料未配到凍好。你自己來介紹一下你這道菜。佢係一家。凍好食的菜，有媽媽的梅頭，係。孫經阿姐有兩套菜吼，你自家預算一下，自己感應一下會讓嗎？冇啦，endo 是煮家常菜，平常都冇卡煮菜是味道加的梅頭，可是台這個機器佢只跳脫 endo 傳統的只包飯用，錯。你剛好講到重點加。你只會一家自主啊！我師傅等下按樣板拼負呢，給你看哦。今週六都帶師傅嘅上百片樣板呢，先來請你嘅阿志龍師傅。哦，恭喜！等下看看小戴師傅強部分數。走馬街哦！志龍師傅。兩片哈，就同樣當有媽媽的米絲，當然會先風吹一片喺入面呢。以前平常的料理的方式來講的話，南對一片呢就變成講較家常啦，就是媽媽米絲，啊一片就變成講除咗媽媽米絲以外，
又系有些些的创意的地方都底部，所以我现在风吹谢谢。两腿的梅头全冻好，不过两片该变相东西全都冻好，该皮跟梅头又出来到春卷。 该多野菜咬起来切切。无相关，因为体育馆的话呢，其实我们本单你不会料理，故说亚馆趴底下还会有百围城的咖啡。好，唐讲今日呢，小戴师傅带来澎湃料理，我来老太家分享哦，马上就要看一下小戴师傅我来出台菜嘞。师傅出台菜。好，今日呢轮到我哋嘅小戴師傅帶來料理，今日菜名係乜嘅？法式雲朵100牛。哇，關鍵字100牛。哦，來，配菜色菜。牛排嘛100牛，啊配菜有該芥蘭花、該香菇、該挑那個，有松菇，還有咧該鮮奶，搞鮮奶油、奶油塊、高湯。 等下還要做一個黑胡椒醬哦，黑胡椒加來，馬上來動作咯。走來，你睇下講法式就應做黑胡椒醬哦，該咩偷一些的？重點是都該薯泥的部分哦。芊芊，你有問題要問哦。好啊，什麼問題？咩米泥啊？咩米泥？好想問。哎，這牛排火一定要太火，牛排不用下去，穩中火。 哦，那有人有那種熟成牛排是什麼意思啊？乾式牛排含冇強中，啲牛排用到該變相很溫很濕嘅，但見用時間冇強中，會影響到該牛用嘅梅頭。哦，對。跟住還有其他東西要備料的嗎？等下該馬鈴薯煮好是做該薯泥。哦，就係雲朵嘅鋪鋪。對。那這個牛排要下去咯。 好，做得冇？不用咯。好了。哇！要上進凍用手誒。馬鈴薯係用殺過啊。我用燙就好咧吼。時間冇強嘅做法啦。我哋今日先用嘅係真條嘅馬鈴薯，咩一般台灣看到嘅，帶皮向下去殺，佢甜分真唔係走嘅。差不多以後給他用薯包嘅皮，所以佢馬鈴薯係有限過嘅。係。啊，師傅。 牛板款伊也熟做在邊緣，你是做那款，他是做那個，他給他看呢。哦。芊芊有什麼問題嗎？黃芊芊，你有嘗試過煎牛排嗎？沒有。喜歡吃牛排嗎？今天好好學起來，好不好？飛翔記，你好食牛排嗎？ 才幾架就好食，5秒煮，你煮會凍爐啊！今日故鄉阿姐凍電影聲哦，煮做等回應哦，問你講，阿姐，你有買緊咩食嗎？你都你咩食牛啊？結果阿姐你飛買緊，就是不吃苦不吃虧，跟張伯謙一模一樣。好朋友，來，你們的口味一樣。這個北面都係用電牛排味是向順條全係電腦，先攞佢鎖起來。 水分收等的可以飲嘛，對不對？先鎖起來啦。我要談講吼，有啲我鵝背煎牛排啊，半佢熟起來以後，佢還會半佢靜置呢。喂，等下面來你也不靜置，等下有沒有靜置啊？不用，差不多5分鐘下去，當天該血水就不就對。香味和溜等。好，我們來看一看兩邊。你要是做就一點點油條。 喺順條先落去。哦，冇切，這價爆香。黃芊厲害哦，厲害講重點哦。我你來煮啊，咁專業。我個順條邊嘅油別下去咧，就用黑胡椒粒。哦，嗰個炒黑胡椒。有點燥安用。 所以假使冇賣鵝背嗰種現成的黑胡椒醬，自家做醬就要用嘅步驟。對，一般嘅台式。你聽老阿公阿婆講一下，冇幾多多人，一日都在炒賣。這真的又巧哦。我漏水嘛。高湯，用高湯。很嗆是不是？對，超嗆的，香味都給你聞光光。對啊。睇家自家會做醬嗎？ 5秒嘅，當然係隨當小做醬。哦，炒。我要滾一下呢，用個鮮奶油。醬香辣，個鮮奶油該調和嘅梅頭。哦。那這個是動物性的。
嘿，你啊佛主棍的佛冠铁用一点点，哦，用余温，给种不下讲，它奶有一些嘞。哦，所以你看奶酒唔係熱天外表，係味道嘅什麼香味嘛又差。那很像这提亮嘞。哎，可是这就很有法式的感觉。有哦。法国式的料理跟调酒都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灵魂步骤。比例上就蛮建议吗？一般那里做个西餐会用个牛高汤，然后一点个番茄糊，然后去煮，然后去好香哦，做到冻牛，超香的薄切。其中啊，这应该我从阿宝贝做得啦。你大手台嘅，做得哦，哎呦，时间美就到手台啊！规雄记1秒变专业。对啊，动作。哦，然后专业是主播我看音选，演主演蛮用。哦。超香的薄切。哎，那边我不会卖。真嘅浓香哎，真嘅浓香。嗰啲皮看下，小心烫哦，小心上面烫哦。你啊差不多咧，乃是到基线那一类。等下皮会薄皮吗？对。这马铃薯底都好黄哦。温志龙师傅。不，千万唔系讲唔会烧咩？你讲空手道就可以。哎呀，烧是唔会烧，但是你啃的时就不会啊。啃的时间就不会了。哎，牛排差不多咧。我发现你个性蛮强的。冠佛。你听过举名一下，哎呦。用下鲜奶油啊。哦，你下涨落去哦。冠佛嗨。百里香嗨。百里香。我发现桂香姐有一颗10克拉在手上。有呀，没有啊，10克拉。有啦，该加啊。人爱老公送哎。哇，有在节目上晒恩爱的呢。真的。哇，很香哦。奶油落去之后，紧紧下镜头好。你需要这个吗？不用哦。不用啦，这应该成。我从阿宝贝做得啦。你大手台嘅。做得哦。哎呦，时间美就到手台啊。喂。咁我呢？这是我们的忠实观众啊！刚下机都有发来时间有啊。哦，应该是顺山呐。哇！你下电动球嘞哈。龟雄记1秒变专业。对呀。哇，师傅这要加分了吧？喂，刚才没搞动作不留分了呢。阿龙师傅，有，我看你就不要献丑了吧。对，我在旁边。对。美啊！哦，牛奶加落去吼。会用个马铃薯底来煮。哦，牛奶还要加温哦。用烧的牛奶。牛奶那是烧之后，佢會敷熱天那種泡泡蓋。但是小英軟蛋白質的，對。纯英姐怎么消声了？嘿呀，我要动主意看，因为 N 都想好。你还会做步骤嘿？过筛过了好，机含棉冻棉嘿。我看下有过筛过呀，棉度就冇咁樣，冇咁樣，凍燒啊。幾點菜香菇都攞攞去燙哦。燙一下，那一點炒一點奶油做的。你的芥蘭花是真的有開花呢。對啊，那特別乾呢。古爾摩那去炒哦。等下，那會放去合夾。哦。你係燙過是燙大上，真正是燙體的。冇，那個合夾做。呢啲是講時間的關係。這阿姐，你自己係農村哦，除了種顧之外，你們也有那種餐廳。忙住啦，當地嘅籌備。哦，貴鄉阿姐吼，你一下當幸福哦，一下讓我講，屋卡嘅社門煙哦。就顧香菇嘅農場，我卡嘅蛇來煙，就顧家己嘅工廠。來看一下，在風嘅底度呢，搶出剛才用奶油，奶油哦，哈，奶油。一點點油誒。哦，都是無鹽的嗎？因為嗰啲話水又並冇染的。哦，錯。哦，安樣就做得咧。哦，這裡係擺盤用呢，一個發動漿嘅問題。係哦，那係切牛牛咧。所以提二擺回鍋之後，幾咩位？那冰一下咧啊，你要做切咧。哇！杜好，切牛坤到冇？係啦，嫩。所以煮杜好就係用切落嘅時間，粉唔會要血水。好啦，煮泥。哦，煮泥咪？對。要用奶油冇？對。冇染嘅。對。等下加一點，再加一點。奶油吃它冰，因為你一下全部冰下去，
伊啲袂拄袂出油，看伊都是袂五倍袂油油的安尼，稍微扭呢。哎呀，一点一点加嘛。诶，酱调色，香很香。那加到哪个高？哇，从700呢。很像冰淇淋，印度土耳其冰淇淋。好，匀到一点点该胡椒粉。哦。撈一點點鹽，加黑胡椒粒的可能沒做得咯。沒做得我袂看嗰個霧霧啊。哦，提味都是一點點而已。哇，已經就麵呢。這真經感覺做麵包哎。就我怕這個有毒，要不要先試吃？不用，真的沒有。哎，不怕，不會有毒啦。不會。有毒你是冒險時候嘞。哇，動功夫啊。好嘞。來，本太可以哈。法式雲朵100牛，阿陽就好些咯。我感謝小戴師傅今日呢有誠意做一個法式雲朵100牛，睇起㗎，我冇講完到誒，來吃吃看下咯。這個馬鈴薯的部分，它那個馬鈴薯真嘅超級香誒。它的牛肉吃起來皮脆脆的，啊，裡面軟軟，口感很好，好上加，超好。動讚，哦，等下轉起是煮冇看音色，邊煮邊買用。好。今日馬鈴薯有辦法做到夾加出流牛強樣嘅定結，也係非常冇容易嘅地方。啊，天意呢，嘅牛呢就係外酥內軟，唔會強落，亦不要軟軟，佢在口感食到伊還有湯汁嘅優勢啊，當好食。所以也用台呢算當高級嘅料理。大家通常呢好食牛排，唔過唔啲都當用嚟煎。哦，煎來將會搶嘅牛排點樣強硬好食，今日呢就來看清楚來咯。唔過呀，我留南翠講一下，家頭前呢你風吹到2分，水杯米罐南翠來變一下咯，哈。馬上來進行水杯米罐嘅挑戰。料理大豆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米絲，兩翠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絲會較上面呢？以家之主跳下來大豆絲咯。水杯米罐呢，各家都拿出自家嘅秘密武器誒，先來看一下風吹帶來也係乜嘅秘密武器。辣椒醬，這是我堪稱是新埔的法器呀。你有冇用？怎麼說你知道嗎？來，貴雄記老太講。辣椒醬誒，辣椒朝天椒係嗌到農場有機種植誒。自家種誒。係，嗌自家種誒。一條龍，哇，完全冇分配你。又是產地到餐桌。對。唔會從五倍辣椒醬按鹹啦。這樣係可以哈。你也做得炒菜落去也做得做蘸料啊，全做得。也給了表面拍動蘸的哦。這辣椒醬吼，可以講生意呢啊，嘛該應該係講沒有胃口的話吼，吃辣這會講好誒，一下就爬起還不看你食盤專門叫掉落去是。對啊，好了，哎，傳回來。這條地北毒是就辣椒汁，辣椒貴州辣椒大，因為他不敢吃辣。嗯，俺不敢選。那你等下就不要吃了。黃千超愛吃哦。咁唔過水杯米用也嘅帶來嘅催眠係乜嘅？挑裝打扮。一定有乜嘅某種嘅玄機到底。係啊。等下做料理嘅時候，將來了解水杯米罐嘅哈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哦！加油！呢啲我們是加油啊，兩份啊加油。要加辣椒油啊。所以今日冷水掉出來係慢啲嘛，就係加伏卡最有名係馬街板條。哇！哦，千千有殺氣耶！板條哦，不過呢啲板條是從貓買強壯哦，跟外面的不太一樣誒。錯，我唔是看過烏色嘅板條呢。嗰係 Andovoca 獨家嘅烏通板條。烏通黑糖，所以佢食起來會有甘甘誒。我要帶啲了烏通嘅雞香梅，香梅撈啲了嘅回甘嘅梅頭。哇！錯，哇！而且。我好像有到純英姐家拍過，對不對？詹姆斯，對，那個黑糖板條超好吃。係啊，因為我做嘅兩菜哦，後面按到嘛，
花开富贵。哦，啊，最尾就关了哦。往前老妈妈要强下加油哈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加油！两队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开始倒算，3、2、1，抢开始喽！我行喺做工最杯米馆最好看。系啊，对，因为卡夫卡最强。对，因为讲这个高手在民间，就还有看最杯米。啊，不过刚刚师傅你个100牛啊，好吃。哎，我的黑胡椒香气还在呢。你是3餐都吃这么好吗？冇啦，来敢那龙虾啊，乜因为惠山的部分有他在就先不要拿，但是他最近走的是比较是三丽鸥路线。我哪海这个？那个周董给我们聊太远了，来款呀。来，刚刚让你注水嘛？哎，好，有点下夹啦。电冰去加水嘛？那用的现场啊，这烧鸡你对我不卡来用骨。对。我是你要卡打工。会去走，所以我今年已经走32年了。所以你是打工，后来变成老板娘了。你看，那用的现场啊，这烧鸡你对我不卡来用骨。对。还叫亲戚炸个呀个。哇，好赞！我超爱吃香菇的。做爱的花香台绿做唔得啦。我超爱香菇哎。香菇其实吃的吼，给金壮对人身体都好啊。对，那不要浪费。那张伯谦会带回去啊，伯谦。哎，这个爆香超好的。这个那是干贝哎。没有，姐姐，你们是用温室栽培吗？我老公搭建铁皮我们爱地位都种香菇。香家系几年啊？香香菇有几种啊？几多种香菇？你啊，目前有种5种。等去滚。袖珍菇、木耳、黑檀鲍鱼菇，韩国巴西蘑菇，韩国柳松菇，韩国香菇。巴西蘑菇懂好高。对啊。巴西蘑菇啊，都本来想种来烘啊，根本烘不了，新鲜就给人家买光光了。我也想买，我等下留你的电话哦。巴西蘑菇佢本身那来从咱切好，洗佛干煎油啊。其实有干嘛改杏仁的味道哦！我要订，超好吃的，好好吃的哦！给没黑老干不开？哎，不对，你今天跟吹鸟都乔装打扮，其实打扮的扮黑，半条，这个该不会跟不是那个打扮的扮，是那个一个手哎，唱，这是没有半条呢哦！哎，对耶，对啊，所以等下你很爆骨我走下水。哎，错，滚两个落去，你也莫滚落去，叫佢食个水分啊！啊姐，你讲顾我啊，现炒过下香。我弟啊，问听我金米煮诶，用凉拌的方式去呈现啊。好，我们等下锅都转来，好，等下锅都转来，好。阿姐，做乜計喏？記得發咧，應該走會發不應看啊！哇，手發咧！我們這邊有加手工的分數哦。好，應該拉分數了。我是大概幾年前的時候去你們家，2年前吧，6年前。記得我靠，最貼片就係認為就副世界單挑。那個時候是怎麼想到說我要走副世界研發？那個時候動機？因為佢阿太。今年120歲，佢當後10天，佢當後10天，所以佢喺度做半天，些技術在邊講，你做在做天的半條本來羡慕，我講可惜天的半條，喺度唔識做過嘛，因為湯的東西倒落去，嘢會好結，好硬，所以口感好冇同樣。佢講可惜我係上心意做本來試看看，喺度遲半年的時間就做出來。所以你富通自簽先就試過其他的湯。有，可是嗰種湯，砂湯到烏湯嘅感覺是冇同樣。烏湯係香。錯，因為佢有啲硬咧，所以已經變到都唔好食啦。哦。有冇卡做下半條踢幾道推嘅？同我嗰台天二台。哦。錯。從nhà cả còn開是嗎？錯。然後我是比較卡打工。開始走，所以我今年已經走32年了。所以是你是打工，後來變成老闆娘了。唔係老闆娘，按照佢係最基層的員工。所以你原本就是在那裡打工，後來就嫁進去。對，你看，這要選對地方打工。做半條都辛苦。對啊。我發現一件事情呢，兩片嘅就是菜都係半條，韓國攬出嚟一片美就辣椒醬誒。你對他這種很等一下哦。
辣椒嘿，我一家种哎。我是不是有吃过？有。今天还有带来卖吗？我今天送你油葱酥。他们家的油葱酥才是经典呢，而且家的还用我油中的哦，有。它这个可以直接当零食。秘密武器全够嘞。它这个可以，直接当零食。问养。它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好，那你陈英姐，我们等下再订啊，我等下再没问题。我等下再回来哈。问养的啦，那板条秀豆哎，板条秀，我在他家门口剥蒜头。这边在同河嘞，呀同河嘞，了后今嘛个葱蒜头米下头嘞，啊你啊会该煮蚝油，韩国烟叶来叫椒，啊今晚该买入了，该系爱吃仲系薄荷叶，两种都会。对，两头菜系在，对在，哎，我觉得亚翠豆油米头，我今闻就很香了，香气很有层次。所以等一下板条会掉落去。冇，我会爆起来。哇，你第一关包不够呢。第一关包不够。咩啊？因为眼面变相就该到菜啊。对啊，我要半条没讲呢。还有新步美会当为做半条呢。对啊，所以来看，还有阿这个料理哈，你们家的路线哈清爽，比较清爽。你都演技台的有啊，香蕉的香麦有啊。唔可以落按有啥？对啊。哦，这个当站的，充电系有加个辣椒的酱，嘿错，而且跟木米感觉当 Q， 因为我哋木米穿一家种啊，对，木米没一家种，所以唔会讲像我背浸水然用半年哦。看过这个哈讲哦，给你赵勋长扎嘅，漂漂亮亮大刀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看一下。哦，像苏西呢。哇，啊，切得动平均哦，有美吗？好，跟你听听的摆，我们这边差不多好诶哈，期待享用喽哈。来，同点来。纯英姐，我完全回忆勾起来了。用食物对不对？我在你家那边炒了多久的？对，油葱酥。你是口部炒？那是一个幸福的回忆。真的。光前从谁系压来去只走零食线嘞？现在都把那个当成是玉米脆片在吃。我是说真的。英布卡加牛奶。雅布卡真布卡是吃洋芋片，给你油葱片。一少是油葱酥。它那真给超级好吃的啦。半条标一半。你都没买几个炒板条？炒。你们有复合式餐厅？没有，他已经快没有时间休息了。要不讲迄老板条有关迄个副产品，全部那加工过，本地就带转去。用我会做料理盒啊，还有里边用油葱啊，做成一条龙啊。哎，你发现咯，你都有板条当过了，洛神花。这是我自家做的洛神花酱。又系自家做诶？你怎么按好做啊？没，是因为俺都自家有一间农体，俺都自家做。种出东西来，然后本来家食到安心的东西。哦，太好。所以你等下炒板条，炒好以后，你听我加敷料粉嘛哦。来加好嘞，加好嘞。这个我要吃大碗。好，咖喱就来多酸喽。我们这边差不多。我是啥啊？我跟你说，他们家的油葱酥一定要买。打给清淡果再买一点哦，不较酱，不较好吃。好嘞，你要用做狗语的吼，你要老公会讲，好，给你快去快唱他。毛师傅，毛师傅，我喊马尾毛不苗，对，毛不苗。快乐以为毛不苗。烟草马松的都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吃看那最杯米一馆，来不开料理开站掉喽。也係最杯米一馆呢，而且同拄好呢兩組用到嘅食材都老半條有相關，拄好咩係幸福也到 V 嘅貼晒。睇清下先來吃吃看那風吹嘅料理，很站掉，有意思咧，唇齒留香，唔過呢又唔會辣到安樣。我拍卖都唔掉呢，很清爽。有个小黄瓜的脆度，还有个九层塔的香气，大自然的原味，加上个板条个 Q 度，地不多小，生内挂个脆度，我觉得这一道菜很有层次感。加上它的秘制辣椒酱，就那个口感是非常清爽的。因为用含盐鸡来标准来比较哈。你觉得他们的板条啊、跟辣椒酱啊，让你都有用买冇穷用吗？各有千秋。那我们就感受一下，各有千秋，到底是哪一种？好，来吃吃看那蓝色的料理哦。太好吃了吧！太好吃了，而且呢有这个
不同的板条，都会用咸味来煮的饭呢，咸甜，清香颜色，都会里面油葱都会加做的，它的油葱当香，真香，当香哦，对，真香。这板条咪当 Q 啊，嗰係春米，係在裏面做嘅板條。如果你做香蕉嘅話，叫為麵，可是按到撈嘅 Q 帶出來，本意嘅梅頭切落去，按到就係成功嘅炒板條。我師傅用板上咧，夾夾都看哦。緊張了，因為呢師傅也係聽當條拿通啦。到底我嘅天呢，先來請子龍師傅搶本書。冷水就粉，最每家粉書搶看小戴師傅。哇，子龍師傅搶公平。冷水鴉片，佢啲油葱酥10分鐘，過嚟再來呢，佢板條嘅口感，炒起來佢個口感當好，香味當好。所以我會選擇冷水鴉片。佢風水鴉片呢，其實口味上來屬於一些層次。來建議你講，比如一些烏醋，也係講果醋，一系列就好。也個規則嘅個杏鮑菇啊，嗰個小黃瓜嘅規則甜味和脆度，規則會更加帶出來。好，也係工人嘅建議哈，謝謝。你感覺倆風腿該香菇，其實你做得耐炒，未做得去香梅。會下好點，來照海炒，該梅頭會較加香點嘛。啊，兩片佢凍到香氣嘅東西，所以來分兩片。今日呢冇想到最背面一關的時間，風吹呢用一出講不開家傳料理呢，打造嘅最背面兩組評述，馬上就來頒獎嘞！耶！好了，一下呢比賽嘅成績已經出來，博謙要把獎金拿着嗎？係呀，也挺愛呀，等下頒獎咯。小戴師傅拿起來。好，今天的比賽真的非常刺激，因為呢兩關低度哦，參賽者設定都10分球，而且今天呢都是母子檔用下的比賽，成績已經出來，兩組都可以打頭名。先來恭喜風吹得到1000元的假彩金，恭喜恭喜！那麼還有呢，這個是。世界唯一現在已經絕版了，也係我嘅鑽石剛剛發行，有心人士送給你的，謝謝。咁麼，我看一下冷水鴉片吼，今天非常刺激吼，逆轉勝，所以得到係1500塊嘅假彩金，然後獎學金。韓國就馬嘅咧，每談埋韓國嘅歌曲啦，我睇客家歌。入手的客家歌，從名著等下開始。客家歌就聽舊信念，嘿，夢切，恭喜恭喜！你來唔滿看啊？哦，逢這禮拜來參加，你看哦，這個隊員的節目呢有好口碑，我看人係來參與過後，也有滿意的，佢喺心定用白老太分享一下。禮拜來參加係我每日讓我都報，其實真可惜，我都未當緊張啊。對第一位前好是講做得學習到青島料理的方式煮飯，啊，基本嘅個黃太太嘛做到真好食，啊，後尾再做得學習起來。今回要拜託媽媽叫下來比賽哦。好。佢啲心情用白老太分享一下。因為下或是青島啊的料理，跟牛排。牛排都最好嘅係。好，恭喜！好，就個咯，老往前來問一下吼，今日老阿妹強下來參加比賽，有咩感想咧？當飯起來到兩隻節目，嗌好多動到東西，希望大家。尊敬大姐咯，大家分享一下，今日老每個強下來參加比賽感想。我想今日當飯起係讓我嘅細妹要來參加嗰隻節目。雖然都冇看到，但係都要用主菜本冇看認識，可是上台嘅時間，都有冇同樣感想。希望下年有機會做嚟參加嗰隻節目。啊，十分感謝你兩歲嘅也啲料理熬年貼片呢，要到請教哦，點樣呢？今日咩都冇限，貼片來到喺你節目當中來分享好美食，你就發現到用心做出來嘅料理哦，一定會係清香顏色咧。來到一家自助就係單純嘅分享，也不卡最厲害、最強、最好食嘅好美食就好了哦。你家自助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入來了。